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記唔記得上一集講50年代至60年代啟德機場發展？今集會集中講60年代啟德機場同埋周邊發展。咁而家大家一齊睇下啲舊相片先啦。而家大家睇到嘅係新13或31跑道正式用之前，有場超重要嘅試飛彩排，當局安排咗各式飛機輪流上陣。其中一定要提嘅就係當時仲被好多小型航空公司重用嘅 DC-3螺旋槳飛機。呢款機仔夠晒耐用，雖然唔似噴射機咁快，但係勝在高穩定性、低營運成本同埋容易於維護。不過最考技術嘅要數高速嘅巨型噴射機，因為呢條跑道要求佢哋喺山頭同高樓大廈之間低飛，仲要轉急彎先至落到地，難度十足。當年為咗證明呢種升降模式起新跑道得唔得，仲要勞煩英國海外航空專登喺英國揾地方，模擬九龍嘅地形嚟試飛，等於話喺英國先彩排一次，確保返到香港實際升降時安全無誤，夠晒謹慎。想象下當年嘅畫面，DC-3螺旋槳機緩緩飛過，巨型噴射機則低空穿梭流群，轉彎降落。背後仲有英國遠程模擬嘅技術支援，新13或31跑道嘅開通前考試真係又緊張又精彩，見證咗當年航空技術同工程設計嘅用心。大家而家睇下1960年新13或31跑道嘅黃昏景，入夜後更有亮燈驚喜。不過呢條跑道嘅照明系統要到1959年7月先完成，比正式啟用遲咗10個月。自此夜間升降先真正開始，而飛機引擎聲就會擾人清夢，亦都變成九龍城居民生活嘅一部分。聽下聽下，仲有啲習慣添。仲有個特別點，13跑道好多導航燈唔係喺機場入邊，反而加喺九龍城住宅樓頂同埋九龍仔山平整咗嘅山坡上。夜晚呢啲燈一齊亮起，就勾畫出世上出名嘅人手轉急彎降落航道。全球大型機場都冇乜呢種特色。當年飛機師要喺燈光指引下轉彎降落，夠晒考技術。黃昏時分，跑道漸漸入夜，燈光逐點亮起，一邊係飛機夜間升降嘅忙碌，一邊係街坊聽住引擎聲嘅日常。1960年新跑道嘅夜晚真係獨一無二。睇呢個經典畫面，1968年英國海外航空嘅波音707客機準備降落到啟德新13跑道，低空飛越九龍城上空，背景仲見到馬頭角工業區嘅廠房身影，成個畫面又壯觀又有生活味。自從1958年8月新13或31跑道正式啟用，呢種飛機過頂嘅場面就好似定時出現嘅風景一樣，陪住九龍城街坊足足40年。無論係屋企開窗、街頭買餸，甚至係樓頂晾衫，都可以見到客機低空掠過。引擎聲雖然響，但係聽下聽下就成為咗生活嘅一部分。更勁嘅係呢個畫面仲成為香港喺全世界眼中嘅一個標誌。提起啟德機場，好多人都會諗起飛機穿過城市嘅獨特場景，而呢份獨特正正係九龍城同啟德一齊走過40年嘅珍貴記憶。啟德除咗飛機過九龍城，仲有個經典場面唔好漏。而家依張相係美國環球航空公司嘅波音707客機，沿住鯉魚門海面低空飛過，準備降落到新31跑道。想象下個畫面，白色客機貼住海面飛，旁邊係維港嘅高樓大廈，成個場面又靚又震撼，同穿過頭頂嘅場面一樣，都係啟德獨有嘅標記。仲有個細節好有意思啊！當年維港對岸嘅太古船澳仲響度開緊工，廠房裏面機器仲運作緊，工人忙住造船維修，一片工業熱鬧景況。邊個會諗到日後呢片廠房用地會變成住宅區？就係今日大家熟悉嘅太古城。從工業船澳到密集住宅，再搭配住啟德飛機降落嘅經典畫面，呢段變遷正正記錄住香港嘅時代腳步。越講越覺得有味道。1962年新啟德機場已經正式投入運作，飛機升降航道都改變咗，
就係要經過九龍城市中心上空，仲帶嚟咗九龍仔山嘅大變身。睇舊圖片嘅左上角就知，呢座山被大幅平整過，唔單止開闢出咗一條空中走廊俾飛機穿梭，仲多出咗一大片全新平地。後嚟呢片地就變成九龍仔公園、運動場、游泳池同埋球場，街坊就多咗好多消遣嘅地方，真係工程變成福利。仲有一個好記認嘅變化，冇被削平嘅殘餘山坡，被油上航空專用嘅紅白格仔，仲加建咗導航設施。從此呢座山就有咗個街坊熟悉嘅花名——格仔山。無論係行街、返工，望到呢啲紅白格仔，就知飛機就快會喺附近經過，成咗九龍城獨特嘅空中指引。仲有個老古董藏喺屠右嘅停機坪入邊，就係條明渠。呢條渠早喺1910年代填海時就起好，到1920年代仲負責分隔開啟特賓住宅區同機場，一路用到1962年都仲喺度。從清末民初用到60年代，呢條明渠見證咗啟德從填海到機場興起嘅整段過程，真係活嘅歷史標記。1962年嘅新啟德，一邊係機場運作嘅新景象，一邊係山渠同街坊生活嘅舊記憶，每個細節都藏住香港嘅時代變遷。講到1960年代初嘅九龍灣，有個有趣嘅現象，雖然之前已經經歷過1910至1930年代，同埋啱啱搞掂嘅1950年代大型填海工程，但係當時九龍灣依然係名副其實嘅海灣。機場停機坪對出就係一片汪洋，睇住飛機停泊喺機坪，旁邊就係藍藍嘅海水。呢種機海相鄰嘅畫面真係好有年代特色。仲有個必睇嘅地方，圖下方見到嘅全新客運大樓頂層有個公眾瞭望台，當年呢度絕對係接機送機嘅必到打卡點，街坊可以近距離同親友揮手道別或迎接，唔使隔住遠遠嘅圍欄。更重要嘅係，呢度仲係無數年輕影迷歌迷接觸偶像巨星嘅聖地。每逢歌影視紅星出現，瞭望台上面必定歡呼聲響到震天，場面熱鬧到爆。當中最經典嘅，要數1964年6月8日披頭四到港嗰次。當時成班粉絲喺瞭望台同停機坪附近尖叫，就為咗睇一眼呢個風靡全球嘅樂隊。呢個場面成為好多人心中嘅集體回憶，亦都見證咗當年瞭望台嘅超高人氣。1960年代初嘅啟德，一邊係九龍灣嘅海水美，一邊係瞭望台嘅追星熱，每樣都係當年香港嘅鮮活印記，越講越有味道。各位觀眾，今集我哋集中細數咗1960年代啟德機場同周邊嘅大事件。新13或者31跑道啟用之前，試飛環節超緊張。DC-3螺旋槳機起，當時仲係航空業界主力。巨型噴射機要喺樓群同山頭之間低飛急轉彎，仲要勞煩到英國海外航空喺英國模擬九龍地形彩排多次，確保安全，先敢正式升降。1960年新跑道黃昏同夜景好有特色，照明系統遲咗10個月先完工。夜間升降一開始，飛機嘅引擎聲就變成九龍城居民嘅生活背景音。13跑道嘅導航燈好特別，好多喺住宅樓頂同埋九龍仔山山坡，夜晚亮起就勾畫出全球獨有嘅人手轉急彎航道。要考一考飛機師升降技術。仲有好多經典畫面。1968年英航波音707客機飛越九龍城，背景係馬頭角工業區。呢種飛機過頂場面陪咗街坊40年，後來仲成為咗香港嘅世界標誌。美航波音707客機原鯉魚門海面落機，維港對岸嘅太古船澳當年仲喺運作緊，點知後來變成今日嘅太古城。1962年新啟德航道運作之後，航道改經九龍城市中心，九龍仔山被平整出空中走廊同新平地，後來仲變成公園同運動場。殘餘山坡由上紅白格仔成為格仔山，停機坪入邊仲有條1910年代嘅百年明渠，見證咗啟德從填海到興起嘅全過程。1960年代初，九龍灣仲係真海灣，停機坪對出就係一片汪洋。客運大樓頂層嘅公眾瞭望台超熱門，
接機同埋送機必到，仲係追星聖地。1964年6月8號，披頭四到港嘅時候，粉絲尖叫聲震天，已經成為咗經典集體回憶。今集60年代啟德故事夠精彩未？下一集我哋就將會跳轉到70年代，到時會同大家講下70年代啟德機場嘅新變化，可能有新嘅飛機型號登場，機場設施升級，仲有周邊地區，比如九龍城、觀塘，隨住機場發展嘅新面貌，甚至會挖掘更多街坊喺70年代同啟德有關嘅生活瑣碎事同埋珍貴回憶。想知70年代啟德又有咩新故事？記得鎖定下一集，繼續跟住我哋翻舊相片講舊故事。